原本有想一看啊，两个互阮小可拍掉了。恭喜咱新传22号生日快乐！后一届外景就拄到4年一届海葵风台来乱，全剧组20个人，今仔日全部在营休息。心情都无好，我想要看一个日头。确诊啊！一大大的目睭，印着我小小的身躯。对，唱有问题，我感觉你有问题。这条歌还有欠一寡所在和声。会 hit MV 不？3、4、5、6、7。全场敢若我唔知歌词。哇，你来做一寡爱互大家的，会加哦，爱互大家欢喜。好，一定欢喜。哦，这个怎样？呀！哇哦！我想哪有烧水咧滚？你是用白的用跳的？我这恐怖啦！哎呀，打掉伊啊！这就shit哈。差不多啊。各位花莲县吉安乡兰花村的这个村民，哦，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摇滚乐团。呀！咱是青春的乐团，我叫贾迪林，会使叫我迪林就好。哦，弟弟，你有女朋友无？弟弟？我再接吧。哇，低龄无女朋友呢？会有人要介绍一个无？下面，下面嘞？咱低龄的个性真好，大细项代志拢袂讲轻分。伊毋是一个心肝硬的人呢，无怪吼，伊人缘遐好。哎，创什么戏咧？大家在又看麦哦。又看麦哦。哎，今仔日来到这，你感觉是咧创啥咧？安尼问要食爆米香，今仔恁拄则一直讲要瑞，到即摆瑞到倒去啊？瑞甲跳舞啊？跳舞啊！无。来，手挥手。我先帮你放好啊。好啊。好，恁继续。哎，我会当啊，你跟我做想要跳好啦，好啊。啊，今天阿公来了，阿公啊。今天有开始爆破好笑。啊，跳到困呢。哎，慢呢，后边来。食酒水。无足久啊，1分半尔。还有一点钟。安尼当开始来。可人。来发现实动态好不？好啊。而且爱开一个直播，好啊。还有会使哦。直播。像安尼嘛，凊彩一张啊。礼拜，1、2、3。好，无啦，好，就是安尼啊。好，安尼我来开。哎，分一粒，好。一粒好。家己包起来。包起来。包了。好，咱即马伫咧花莲的一个山体民宿啊。就啊，咱体民宿。就咱等下6点的时阵。今仔日6点吼。今仔日6点，请大家当来这芒啊电影院。芒啊，有啥芒啊？芒啊电影院，嘿，大家当来，拜托6点。拜托。来，队长讲几句话。拜托各位这个全台湾的乡亲拢会使来这个山体民宿遮听咱的演唱会吼。不管你是住台北，还是新北市，还是啥物北中南都会使，哦，随坐高铁落都会使看。哦，你嘛你坐回家，不是坐高铁。高铁啊！对，坐回家，坐回家。座位等恁来。哦，等恁来哦，大家爱做伙来看我的电影院哦。看电影啦。差不多2
24大个苗。无面汤好无？来请阮6个人的菜椒啊！恁两个话卖伫遐相拍，恁两个话。啊，你先来讲。来，看门讲几句话。安怎？好打会记来看，会记来看，会记来看。绝对是精彩的，有足好听的歌曲。绝对有位，绝对有位，无位坐涂骹。有，佮有爆米花。还有猛男美女秀。我看吼，这个广场差不多会当坐10万个人啊。袂歹袂歹。还有阮队长的鸡肉。鸡吧，来，迄叫先试看啊。你若紧来紧看，慢来减看一半，你若想晚来的话，就无汤啊。哎，对。那爆米花就食了了。爆米花就食了啊！大概有1点钟会当来，好无？大家等你来啊！这阵菜椒真认真啦，还搁伫咧网络顶悬宣传网啊电影院。毋过剩1点钟尔，阮搁伫咧东平的花莲吉安乡，上好是全台湾的人会赴赶会到花莲。哎呦，姐姐最佳来哦！谁？哎呦，姐姐最佳来哦！头前漂亮诶！哎呦，哇！哎，竟然真正有甲的 fans 赶来呢。有阿信教练，哇，伊全家大大细细拢来。四个位会当坐。哦哟！哇，搁有遮侪乡亲嘛拢来啊！看起来吼，天公伯啊有听到我的心声啦。互咱一个无风雨的暗，我话才讲一半尔，就开始落雨啊！你敢唔敢？好佳哉，好过2点钟了，雨就停啊啦。真经感谢吼，这乡亲时代愿意伫遮等咱。咱的网啊电影院正式开始。我去补电池啦。对，今仔日的主要吼，嘛是有遐啦，这内只菜椒啊，恁拢看伊大汉，伊自打来第一工到即摆，你无看伊眼神变诚侪对无？有较巧的感觉无？有毋着较大声咧，有较巧的感觉无？但是今仔日吼，嘛是算讲因少年人真有心，因吼今仔日就算讲要办一个即个感恩 party， 找大家来佚佗安尼啦，爆番买迄啊，迄嘛拢因咧用的啊，迄台一光的吼。我讲的。你的嘛，你看，哎呀，我看对，你看到这所有一切布置啊，拢是6只菜椒啊，就安尼家布置起来。来，所以你今日咱菜椒按算要安怎样啊来去准备这场感恩的这个 party， 互咱的叫咱的这个哥哥姐姐。一个创作和每一场的歌，我送互每一场的歌，是咱大家菜椒啊做伙创作的。尤其大家可能唔知影讲因私底下因遮开偌济时间咧做这条歌曲。讲实在话，这条歌曲咧做的时候，我拢无出手啊。这条作品就是讲述阮大家人有每一场所经过所有的故事到做伙。其实阮所做的一切咧，是要为着互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暗暝，互大家年年出年复年。大钱买轿车起楼厝，出门是驶轿车就是起马路。好像有，你看伊今朝该拢唱歌有无？好啦，总讲一句，咱即摆吼，咱就来看卖这真正是因6只菜椒啊，自写歌、翕影片要送互大家，因甲大家麻烦太济，因即摆落地也无啥物钱，听我献大家，就用这作品献互大家安尼好。好，掌声欢迎这条歌叫做伊讲口开口。吉安的宝，吉安的宝。各位吉安的乡亲时代吼，大家好，我是迪林。这几天啊吼，大自然的风景啊，来到花莲这个所在，真正是心内有足多感动啊！看阮这个阿信教练带阮去买场啊，安尼四界踅踅，搁骑马啊，
吼，啊，搁有足多的吼阿公阿嬷安尼办桌，不管拄着啥物困难，就是坚持到底，加油！好。大家好，我是余文，真欢喜会当来到吉安来体验，就是完全无共款的生活。其实就是应该对高龄啊、哥阿公阿嬷来讲，这是恁逐工咧做的代志。毋过对阮来讲，就是真正是足无共款的体验。嘛，多谢恁安尼一路陪阮斗3工，所以伫遮就是想讲写一条歌来感谢恁，希望恁听了会欢喜。多谢。大家好，我是俊杰，足欢喜的来到花莲吉安，一个好山好水，也佫有足济足亲切的阿公阿嬷、少年家仔的好所在。我真正心内底足感动，也多谢阿信教练，互阮体验到足济马场无共款的生活，会当互阮甲马仔有搁较进一步的接触，互阮看到马仔，开心啊，放轻松。也真多谢阿嬷，多谢遮所有的乡亲士大父老兄弟姊妹，互阮遮尔大的帮忙，互阮遮外地人感受到这个土地甲这个社区满满的爱，甲阮当作你的孙仔共款。多谢我爱恁阿公阿嬷。大家好，我是伊嘉，这是我头一遍伫花莲徛尔啊济工，我感觉我以后一定会足怀念一个吉安的日子。而且咧，伫遮熟悉足侪足温暖的人，包括讲办桌的阿公阿嬷，每一个人，佮有骨乌的阿嬷，啊，佮有马场的工作人员，上重要的教练。我希望以後可以當來吉安，甲你做伙來辦桌。大家好，我是恁的總鋪康芬，感謝恁這段時間對阮的照顧。阮最歡喜來到花蓮吉安這個所在，互阮體驗到足濟無同款的人生趣味的代志。就安尼吧，聽歌。大家好，我叫做靜璇，今仔日會來到花蓮一個好所在，我真正足歡喜。來到馬場這個足高水的所在，我真正是實在是一個足無共款的體驗啦。希望大家會當感受到我的感動，好無？拜拜！拜拜！放手互我聽。感謝咱伫花蓮遮大家照顧。咱是要來定栽咯，咱即馬是定栽 squat。就想要轉去出來這啊！我真正就想轉去。即擺吼，咱就來看覓這真正是因六隻菜鳥啊，自寫歌、翕影片要送互大家，因為甲大家麻煩太濟，因即擺落地也無啥物錢，聽我獻大家，就用這個作品獻互大家，安尼好。好，掌聲歡迎這條歌叫做。伊講口開口。吉安的寶，吉安的寶。
的宝贝。掌声欢迎人家菜椒。今摆哦，来唱一个现场版的哦。你敢唔敢？放手让我骑。你敢唔敢？好菜叫我放你花。这有一只马，带我去踅踅，我甲你做伙。你毋是普通的马，不管你几岁，咱拢是结安的宝贝。唔那影片，菜椒的现场 live show 嘛，甲吉安的乡亲算斗阵。不过，算还袂到底，我就收到一个消息，这需要甲菜椒来参详一下。咱这回算真感谢咱伫花莲遮大家照顾啊，因为阮准备就是要后一站要来去高雄，因阁有新的这个任务，就是要来去体验另外一段生活。即摆，对，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去体验，这是马场遐可能有像露营的类，但即摆有一寡代志，伊落恁直接看，我传起你，互你看恁。即摆有一寡，哇，风台哦。高雄哦，战情嘛真严重，因为正是讲这风台就互因损失过600万。伫高雄基金海边仔的种地艺术，嘛互风雨拢吹甲倒去哦，现场是真惨。这是我要去的所在哦。下雪，大家。咱是要来去栽咯，要去斗三工变数嘿。无因为歹势，因为咱原本的计划，恁来。原本是想讲会去露营啊，家己去遐佚佗啊，但是即摆因为头家即个状况，因为原本要去找头家，就是拄则恁看到的，嘿。啊，即摆这恁原本恁会当耍水啊，海边啊这部分可能。咱这都巴肚。了解无？咱去个游云山继续对啊，继续骑马，继续骑马啊！袂使啦，继续伫阿星教练斗三工。袂使，因为咱遮花莲已经共无用，共麻烦太久啊。不要紧，咱后来就是要去斗三工。咱会啥？斗三工。补救。甲中气派。对，加油！我是讲真诶，拄则迄毋是假哦。我看出来。迄是真诶，就是前2日诶代志，所以后壁恁是若要去斗三工诶话，迄是无通好算啊吼，算原本规划一寡活动可能就。了解。了解。心情收者。好。甲咱遮时段讲一声多谢。好。大家多谢。哦，大家谢谢，感谢。来，1、2、3，跟起告白。大家好，为大家介绍，咱今摆要去倒位咧？要去高雄。来去高雄好佚佗。所在。
而且即个咱的座位咧，就是非常的舒适的感觉，来坐咧。咱即马是定在 squat， 现在说，定在 squat，go go go！大家看起来拢水小目睭，到时佫高用就知啊。已经无出笑目睭，你看后壁人看起忝到要死，看嗰啲。那时间如果下暗11:40，大家拢忝啊。毕竟今仔日是咱华人上尾一天的日务，算是真了真欢喜啦。但是我真正是较烦恼，因到时咱若过旗顶这件代志，敢有法度做得来？毕竟风台终结。因可能一世人捌拄过现场的状况，以后赶马车为花莲西半年的台湾赶到旗顶。到位，咱前所看一切，比咱所想象的较恐怖，佫较堪忧。啦，迄要行过来路咧，佮有大树仔倒，我无安那是安尼啊。要凊彩嘛是爱好看，加油啊！咱地内底有有有啊，一定有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我唔知啊，怎么办？重建啊！你互看即摆几点？即马，几点无5:53。5点呀。到任务地点。昨就甲恁讲，这个任务无遐简单，所以当下我真的唔知为什么你做你这么欢喜。我装的。你是装的？那先怎么办？对啊，也不能毁约嘛。啊？我不能毁约啊，对吧？来不及。你讲了一个不能用的话。真的。对吧？啊，不然能毁约吗？不能啊。你还啊？算了，放弃。要不要？这还不能用啊？哇，后面那卡点在哪？空的。大家好，阮入厝啊，这是阮今仔日住的所在。内面竟然阁有冷气，我感觉真正是袂歹。有一个人，遮徛伫遐，会当练啊！哇哦！这阵赛车阁当作咱节目算假，嘿，咱实景节目呢，谁甲你算假？这看嘛，这个人我都生气啊。嗨，哦你好，你好。所以咱即摆我看咱要因为外口的外帐拢有破啊。对啊。所以咱就要先换这对无？嘿对。好，啊这是毋才先拆？嘿。就迄狗啊嘛。对，迄下骹的狗仔先拆，啊，搁内底磨一过层。因为新闻看起来就是感觉离我足远的，虽然看过新闻，不过新闻甲现场看到的真正是心情是完全无共款的。是伫这个所在嘛袂当佚佗啊啥物迄斗三港啊中建安尼规个录影区，所以心内其实有足大的压力。哦，就想要回去厝内底啊！我真正就想回去。2、3，你是想要飞？飞到拢唔捌。跳较好爽。跳人呢？哎呦！
这个超歹用的。大无啦，换一个人，应该是无。有没有一种可能，真正超歹用的，讲台语，真正就不太有？无多。比应该，敢有可能？敢有一种可能就是讲，对，本来咱安排伫基镇吼，是要让菜鸟啊享受一个即摆上时行的 camping， 去海边啊拍一个 beach volley， 穿一个比基尼耍水。哇，想袂到一个风台，甲一切计划拢拍乱去。啊好啦，头一个咱准计讲的时到时间长，无得卡对写歌来讲，这是天公伯予咱上好的安排哦。伊内底迄支登去啊，吼，啊，登去啊，伊只这弹簧登去啊，嘿，所以伊登伫内底啊呢。哦，讲起来好，啊，你再先摕外口讲，蹲伫内底。嘿，登伫内底啊。有看到。哦，哎，来，过来，来，有啊，说头。哦。这里哦。哦，这里哦。OK。你我较。啊，阮大家画1、2、3，啊，你就做伙撒起哩。哦。啊，两边。阮遮咱撒，阮遮撒袂起哩。无，恁遐唔免撒，恁遐就头前倒右的，遐会当放我开。我放落去啊。还是咱教我一个。倒加油啊！1、2、3，加油！加油！预备！啊，你们自己喊啊！这2、3，哎！哈，我去。加班了，莫搞。来，十班啦！这唔上头爱破，安尼会当安尼用呢2、3，哎呀！啊，内底几十万。啊，尔话，因为我看边仔有几点掺内底就歹。系啊，迄连蒙糖拢爱全部拢抹掉。脑充血。魔鬼毡就比照那个魔鬼毡也是一样，钩子全部勾了嘛。勾了。啊，你只高先讲。好，来，当上啊。来撒哦。过来。来，会紧啊，后尾来啊。菜鸟爱先甲家己下暗要大的棚搭来甲修理好。即摆大的所在有啊，写歌讨论的所在，嘛爱甲准备起来啊。最美的所在目前是先安尼会当 OK 啊，啊，即摆遮就是咱休困的所在，创作的所在，写歌的所在。遮即2地，3地啊，3地。今日落花呢。这嘛这较俗啊，较俗。较小杯吧，够水哦。这水做这呢。对，爱细腻哦，后壁。细腻。好。你遐先好去。这开。会使吗？加油！你是想要白？你敢有想要白？哎，总个，迄条像安尼下过来了。对。加油！加油！花烧哦。你吐。化烧的。无食着咧倒花烧。哇！这里。你遐电线搁换一下，你搁换一空啊？其实无呢，小乐嘛就管呢。就是爱看。今天做好够。我做好够，我手拢爆筋啊！哦，这里要用嘛，就是每一个这个都要绕过去锁着。来，咱这女生就可以了啦。你看小乐用一个，你看这边来用。好，这内底拢有这勾豆豆笋。看得懂吗？哎，白汤吗？好，那这个给女生用。该徛这嘛。哎。好，男生去弄那一顶，知道吗？哇，想袂到咱迪林伫基镇哇不了贡献呢。安怎讲呢？咱豆豆看落。好。水哦。咩？你看啥物看起来较好爽？恁遐看起来较好爽呢？老腿唔用，但遐咧用人，啊，为虾米因较好耍、较好笑？啊，迄种感觉就是可能比起用楼梯伫遐拍半步，搁较有迄种真正咧体验人生的感觉。好耍哦，楼梯敢若有较好的。这支红色的。来。啊，这准备你就用这支。好。其实。你知道买 Q 的。啊，一人绑一颗安尼就好。嘿，我算讲是一个大爱，每一个人有需要，我都会跳出来，我做推，无要紧。我就当嘞。我要安怎去哩？2连。跳起。1连啊。
跳起。一人伤点。哇！去无够悬，无够悬，咁唔想可以肩胛头，肩胛头。我放弃。我这有生生我惊会挂掉。嘉宾，对，太真好耍，无好耍嘞。上忝的是这。爱紧做了，我知影，因为这真正是一个足辛苦的代志，因为我嘛唔是讲100外公斤尔，我嘛是40外公斤，嘛是有一个重量伫咧，而且真正足久的，我拔一年可能就要差不多3分钟，真正拔足久的，所以我就一直想讲较紧好。歹叶家是因为伊的体重上轻，会害伊甲安尼甲行来行去安尼，我感觉迄个部分是上忝的。我讲辛苦，但是我心内嘛是足欢喜的。加油！排队嘛，因为我无可能讲一届排2个人啊，安尼，系啊。几摆？加油！来洗你哦。我迄若有诶袂使，来，敢会当交一零就好啊。你加油！对啊。迄有诶真正离伤远去啊。确定还行吗？这条包好先休困，休困。嘿，感谢。好，我放弃啊，我拔一个。啊，唔是讲人足轻呢？你身躯啊？不是足轻的问题，你身躯啊？是伤久的问题。还袂落雨呢，你哪会？伊是足轻，伊是足轻无唔对，但是你讲出来啦。爱做传叫哦。有味无？爱找长的3个粉丝，无7个。光叫安尼。练啦，莫变单啦。 2练，应该是不会使。会使啦。会使啦，家己完成我的人生。完整我的人生，听起来刚会怪怪。哎呀，伊迄刚骨头的时阵就摕黑的叶啊，马切啊。那也叫大心，大怕打，大怕打，那就无遐尼济爱叫的感觉。落来了，发现大家都在看阮，我就想讲，因为大家搁开始讲，咱伫边仔做电火泡啊。我就想讲，莫安尼讲，我就开始甲大家比爱心，我嘛爱大家。我因来徛我的阮4个就是电火泡啊。对啊，阮就是电火泡啊。我嘛知影可能是我家己想伤济啦。啊，我就想讲无啦，不要紧啦。啊，大家欢喜我就欢喜啦。啊，是要去萤火？萤火。我感觉恁拢压力伤大哦。用假变做真的，安尼咱就继续看落去。哦，会喷的。有咧惊哦。我的家。有咧惊哦。好，这猪林袂歹哦。保护叶家咧，安那会甲我保护？来唱戏的。我知你意思，我知你意思。人家现在都边啊。所以一定要注意边仔的无人啦。系啊，无喷到别人嘛受伤，喷到家己嘛受伤。好，我试看卖吼。你来哦。我来。交互恁啊。等我来。这里哦。我无爱搞起，是我打吗？就是扑到像安尼，啊哦，我就头啦。哎，剩5天温啦吼。哈？哎，剩5天温啦。我想讲，我哪会伫咧捧，草啊也无看有互扣开啊是安那好，我伫找无迄个角度。跳人呢？你确定呢？你甲拖起来。你看起来较好耍呢。哎呀。我来看伊乌白哦。为啥你看起来较好耍？惊落咧口会看。这猪林哦，根本是今仔日的最佳男主角。我准是无感受到有啥物暧昧，但是若真正有，嘛是爱看啥物人啊，我会选择拿电星拿古钻。趁即摆无啥物雨，咱吉他摕出来弹者，毋是啦，
是我伫咧帮大家等因。菜鸟讲吼，要用上紧的方式去找看卖，什么是基丁的声，什么是因心目中的基丁。嘿，大家好，我今晚要来去找基丁的声音。讲到这基丁的声音，到底是啥物咧？我家己想的其实是想要找一个有人的所在，因为我感觉一个所在爱有活力，就是爱有人这个物件，有人一定有。人的声音，有这个机车的声音，人咧叫卖的声音，等下有遮车真正足多哦。哦，好，所以即摆大家看到就是我甲精选野雨伞来这基丁的海边啊。我来听。耶！海边的声。少年人，你台语讲安尼？七彩的灯火，是毋是足水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你听会出？较健康，较健康。人可能规身拢风吹伊哦。哦，好，所以即摆大家看到就是我甲精选野雨伞来这基丁的海边啊。我来听。耶！海边的声。天的那个色彩嘛是灰茫茫的。啊，毋过无要紧，阮嘛是会使找到属于我家己的声。虽然伫咧海边啊，哇，照惯例啦，嘛伫咧翕一张，好无？会当表现出基丁遮到底是啥物声音？啊，因为对我来讲，声音较敏感，伫音乐内底是一个最好的作用，所以我今日要找到一个足完美的声。安尼较有会互感觉讲吼，我无白来，啊无大概来拢咧佚佗，我嘛毋知影要安怎。啊真正哦，哎呀，搁一个船哦，这只西卡尾，这只西卡尾哦，这只叫倒卡正卡，上远啊，毋知恁敢看会到，所以顶悬有写倒卡正卡。好，今仔日来基丁遮有一个任务。就是爱收集基丁遮的声音。啊，我选择的所在，是来到基丁遮的妈祖径，因为当保庇，阮各组的成员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安尼平平安安，甲即届的节目顺利甲录了。哇，其实我无遐尔啊，定定来市场。跟有比呢，我来找一个基丁的声音，我来内面看卖咧。你好，我好，我绝对好诶。你绝对好吼，我敢会当互你一个任务，你敢会当骂我的台语？你讲少年人台语讲安尼？少年人，你台语讲安尼？会使，感谢，我录这声音就好。哦。我伫遮。我来到基丁的一个棚坑，星空隧道棚坑，我来看卖啊，这我真正捌来过。规个棚坑内底。灯火拢是灯火，拢是咧七彩的灯火，是毋是足水？是毋是足适合约会？哇，出来就是大海。菜鸟啊，就是会拄到这种大风大影。你若大什么大风大影，大家看过吼，你一定什么都毋知。我来录一寡这种大风大影的声号，就代表着阮菜鸟啊起起落落。手机啊太乱。哎呦，这落雨大紧嘞！好啊，听看卖啊。
拢是海水拍伫咧石头仔顶面的声。的声，有海燕，有风，伫风巷内底有风，搁配着即个浪漫的电火，是毋是足 romantic 的？是毋是啊？你讲，嘿，足 romantic。听即个风。迄每一只菜只找着基丁的声，伊拢无共款呢。毋过我相信啊，这拢是因心目中上水的声。咱遮嘛好啦，咱有2000块。毋知影咱看饭西甲这边的水卡前船会传什么好料？对啊，好吧，好啦，无咱就煮泡面，咱就较简单的。因为可能人足济。煮泡面啊好啦，这嘛算是录影吼，一定爱出来正版料理啦。300呢？300，好，就300。好。这吼，就是你也咧切的时阵，台湾的较，迄目屎的滴较紧，嘿，进口的滴较慢。啊，毋过咱人济嘛，毋过进口的是较细粒啊，较俗。那差不多。好，2粒。这看起来较健康啊，鸡较健康。是吗？啊，毋过你听会出来？较健康，较健康。就是分2鼎啊，因为这绝对1鼎嘛煮袂了啊。我是会使啊。啊，既然嘛有2嘛，物件就用了，好啊。好啊，好啊。我煮2鼎，咱6个。6个，8宝哥7个。啊，个宝哥7个。啊，爱找头家做伙食。两卡。哇塞，你是我的呢。老师，你敢看人露营煮甲呢？煮啊足澎湃。这个我们也是阮史无前例做遮的做豪华露营哦，第一届受到这么严重的损失。哇，这损失？迄钱就咱莫讲啊。啊，当日我家己看着讲，这我家己起的厝起的偌久哦，这钱其实迄心内是非常的艰苦的。要不要咱困？我要做人体试验呐。你迄人可能规身拢用吹伊哦。这就是头家啊。每做大家行会拢会感觉做辛苦，但是我看到头家的迄个面啊，足乐观的，伊的心看出开的，我就会感觉讲，既然伊拢安尼啊，是安那，阮就爱感觉讲有贴啊，是啥。我有记伫以来，我看到，因为我家己嘛是高雄人，啊，我到即马还无看过有一间风台高雄遮尔凄惨的。我顶一届印象搁停留伫个迄个莫拉克八风灾迄届，因为迄届我记得我甲国校啊3年啊还是几年，啊我迄时阵就是讲，哦，因为迄天放假，足欢喜，我哋咱困到饱，结果困醒，我困2楼，我行到1楼的时阵，阮兜一条变游泳池。安尼我要特别请教你，你嘛经过家被毁灭，然后我相信嘛重建好啊，你的心境是安怎？就是会有一种看伊重生的感觉，因为我感觉一个大的所在，一间厝，就是一家伙会当团圆，大家算有凝聚力的所在，伊会甲大家心扣做伙。迄间厝若是破破烂烂，你规家伙的人是上无上少爱会当遮风避雨。想袂到咱俊杰有这么深的体会哦，这款感觉对因菜鸟写歌来讲，敢有啥物款的影响？对调。为啥你这斯文？这古怪。可以放出来。可能是无一寡啥物啊？无能量啊。无能量。你徛在遮，你徛来吸收海洋的力量。海洋出来啊！哦，好
哎，红薯啊，哎，真较有啊！你像安尼幼咪咪的，足古怪，足古怪。就是你看大海，即摆咱伫即个海线第一排，想看嘛有海味，海味，臭臭味，唔是啦，臭臭味，龙虾味，海产的味，海都的架脚，海都。阮平湖人的驾照顶悬吼，而且普通小型车阿要挂号海都。哎呦，你袂歹呢，海底的驾照。行回归。哎呀，手无力啊！还是语文有写啥物词会当？会当用。你叫啥？海都的驾照，记足济。你可以有唱看嘛？你可以有唱看嘛？有唱看嘛？哎，放较慢的。会。海都，我去，比较子。海都。好几句就海都的驾照。改几遍，改几遍。海都的驾照。你就跟他看我一个后面。驾照。海都的驾照。是上乐观的菜鸟啊，拄着风台嘛唔惊。拄会驾照。阿都嘛，变阿都啊！阿都的驾照。阿都是海都还是阿都？你要用较假声唱。你要海都还是阿都？夹子袂使吧？你先会使，我讲迄去袂歹，你继续讲句，你先拿全部唱一个。我是海都的驾照，上乐观的菜鸟啊，拄着风海嘛唔惊。海都的驾照，海都的驾照，上乐观的菜鸟啊，拄着风台嘛唔惊。愿风的风台。阮心情好也歹，想我不看海，咱的时间等待，袂当浪费个等待。嘿，继续摆是。海都的驾照，海都的驾照，乐观的菜鸟啊。了基丁返来家己的故乡，结果风台天的鹿乡区，规个拢是破去的。阮要来遮把遮物件重新起开。